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一个小男童，规身躯烫光光，伫咧大马路边哪哭哪受册牌影，互人看到会鼻头酸。厝边来通报这个代志，才来现讲，讲这个小男童2年前就有家暴的记录。议员是质疑讲，小男童互通报的次数高达11届，但是这个记录拢写讲是小男童家己情绪的行为。若今年的2月才来解除列管，但是随搁发生不当的管教。 议员认为社会局处理的方式无适当。一个查甫囡仔无穿衫，伫路边一直哭，一直喊讲莫搁拍。闭嘴啦！因老母叫伊莫搁讲啊，因哪哭哪整理册包啊，厝边看甲袂做咧，赶紧通报。老板，你帮我打个电话好不好？ 原来这个10岁查甫囡仔早伫2年前，有家长就注意到讲，伊敢若被哭动。是从去年到现在，这个状况没有改善，甚至在今年2月的时候被解除列管。但是解除列管之后呢，又有3、4件零星不断、大小的这个旧伤。我希望说政府这边可以做一个比较强力的安置。 手、脚、脚只片拢总是伤痕，这个查甫囡仔有几摆被通报为家暴列管对象。市议员认为讲，伊应该被紧急安置。社会局嘛伫研究讲，要安怎保护这个查甫囡仔。